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过来关心，这个新北市邦桥小连续的爆发着幼稚园甲社区的群聚感染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召开着记者会，来公布着社区大楼体检的状况，讲这个社区已经全部来清空。这个社区有 A、B 两栋大楼，总共785个人全部来做采检，拢是阴性。不过增加一个确诊的病例。 伊毋是大楼的住户，是去 B 栋来做装潢的工人，感染源爱过来清查。邦桥这个社区有 A 栋甲 B 栋两栋大楼，确诊者所住的是 B 栋。目前这个 B 栋的住户拢已经带入去集中的检疫所，啊 A 栋的住户爱做自主健康管理。若要入去大楼，爱摕阴性的证明。 啊，为着要来防止着印度变种病毒侵入着校园，新北市有16间的学校来停课，影响的学生7369位。后来，这个指挥中心来。